我嘅角色，囡囡啦、媽媽、老婆、主持、演員，其實我每一日咧都喺度角色轉換嘅，好充實，但係亦都好忙碌。忙碌到咧之前我嘅身體同我講：黃翠如，你要停一停啦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啦。其實喺我之前懷孕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咗有子宮肌瘤呢個問題。當時我好擔心，因為我每一次照 BB 一路長大嘅時候，個子宮肌瘤咧亦都跟住長大。我當然係好驚影響到 BB 嘅成長，所以成個懷孕過程咧，其實我自己一路都有一種好恐懼同不安嘅感覺，因為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咩突發事情發生，同埋我唔知道應該要點處理。而好快咧，我就知道驚係冇用嘅，所以我做好多 research。我知道懷孕同子宮肌瘤咧係可以並存嘅，只要你聽多啲專業嘅意見啦，你做多啲定期檢查，同埋最緊要係要保持好樂觀嘅心態。而喺呢成件事上面咧，其實我好明白到一樣嘢，就係知識係健康最大嘅力量。去到最後好順利生咗個 BB， 其實當時嗰一刻我嘅感覺係鬆咗一口氣，同埋覺得真係好感恩。咁而亦都醫生佢評估當時嘅情況，佢覺得我唔應該即刻切咗個子宮肌瘤落嚟，咁所以個肌瘤咧仍然喺我身體裏面。但亦都係嗰一刻，我同自己講，我一定要重整我嘅生活，同埋我要學識好好去照顧自己。喺呢個時候，朋友介紹我認識 Life Green 仙人掌粉，係一款專為女性子宮健康而設計嘅仙人掌飲品。佢唔單止幫我提升免疫力、調整身體同子宮健康，同時都幫助我抑制子宮肌瘤成長同埋舒緩不適嘅問題。Life Green 同馬來西亞兩間大學 MSU 同 UCSI 合作，係當地第一個經過臨床實證嘅仙人掌健康品牌，令我飲得安心，更加有信心推薦俾身邊嘅親友。Life Green 由原料到成品都係由自己工廠親自控制品質，仲有品牌專業研究團隊7年以嚟不斷傾聽用戶聲音，持續改良，而且有專屬嘅營養師團隊，從產品到生活方式、飲食建議，都為顧客提供更全面嘅健康指導，非常值得信賴。Life Green 已經幫助超過7萬位女性重拾健康，喺馬來西亞150幾間藥房上架，贏得顧客同醫學專業人士信任。Life Green 咁多年堅持把產品做好，把健康帶到每個人身邊嘅初心，用科學同真誠陪伴每位女性克服恐懼，跨過難關，重獲健康，令我哋變得更加好。透過我自己親身患有子宮肌瘤嘅經歷，我深深體驗到，比起害怕，面對先至係更加重要嘅，所以我先尋求專業意見，用知識去了解自己嘅身體問題，再配合科學，將健康重新建立起嚟，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咁去保護自己同埋屋企人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同我一樣選擇 Life Green， 有最好嘅健康狀態，咁先至可以陪住屋企人同 BB 一齊開心咁成長。要遇見更好嘅自己，首先要照顧好自己嘅健康。唔單止係責任嚟㗎，更加係對屋企人嘅愛。